为着做好分级医疗，卫福部拍算要推出新措施，即民众若是无摕转诊的单啊，就到医学中心就医，就要加收50%部分负担的费用。上紧明年下半年实施。即医界团体就呼吁爱定清楚轻症的定义，才会当减少乱象。有的人不管大病小病，拢惯势去大病院来看医生，造成大病院定拢是人吵。为着落实分级医疗，卫福部健保署计划实施，民众若是无转诊单，直接走去医学中心看病，会加收50%的部分负担。希望民众小病去诊所看就好，莫走去大病院。在诊所先看过，如果在诊所 OK， 就不用再转大医院；在诊所不 OK， 再转大医院，这样我是觉得比较 OK 啊。如果我觉得这医院的医疗很好，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去看，最好贵一点。举例来讲，目前若是无转诊单，走去医学中心看医生，除了挂号费150，搁要加上门诊的部分负担，差不多420，整体一摆看医生的费用差不多是570，唔免另外纳其他检验的医疗费用。但是未来新制上路了后，包括检测费含检查这医疗费用，大概人平均2400块左右，就需要纳一半，等于一摆整体看医生的费用，包括挂号费等等，都差不多要1200。轻症的操作定义医改会喊了10年，至今到底在哪里？第二，应该要交代清楚个别总额实施的这个情况，尤其初级门诊照护率不减反增。依照健保法的规定呢，民众假如没有依照转诊，然后直接就到大医院来就诊者，那他的部分负担最高会以医疗费用的50%来计收。健保署强调讲，为了降低医学中心门诊收治轻症的患者人数的占比，会要求所有医学中心在明年顶半年降载，若是轻症的比例同款遐悬，上紧后半年会照健保法的规定，会收100医疗费用50%的部分负担，让医学中心专心照护急重症罕病的病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